屏东的民用工厂爆炸，造成4个消防员殉职。消防团体宣布，初九要上凯道，表达要做消防工会加重追究业主，也有将消防员列入职安法保障的3大诉求。内政部长林玉昌表示，消防员算是公务人员，和劳工无同，有完整的制度来保障。不过，伊嘛强调，希望会当放定相关的法规，重视消防员的结社权。屏东民用工厂大火造成4位消防员因公殉职，消防员团体伫初九将会上凯道过案，表达组工会修法加重追究雇主的责任。消防员列入职业安全卫生法等3大诉求，朝野立委也继续关心消防员的权益。一次次血淋淋的教训，民进党作为执政党，没有好好的去处理，只会让所有的公务人员心寒。都有该予因的、该因的保障的，拢爱唔免因讲。你身为一个大家长，你个爱去来争取。内政部长林玉昌重申，消防人员是公务员，已经有国家完整法律制度的保障。政府正重视消防员的福利制度甲各种意见，已经一个研究放定消防员的结社权规定。消防署初4下昼也会找消防员权益促进会等团体进行意见交流。消防员是公务人员，公务人员跟一般的劳工是完全不同。我们非常重视消防员的结社权，也希望能够放宽这个结社的相关的一个规定，降低门槛这一部分也进行跨院的一个讨论目前也有初步的一个共识。基层组织的期待是有完整劳动3权的工会，与其说扩大结社权，我们更在意的是有没有一个完整的协商权。行政院的层级做一个跨部会的会议，这样的话彼此之间的交流也会比较有效率。不过消管会认为，目前主要诉求拢也未得到解决。并且讲，应该由行政院层级进行沟通，若是无得到正面的回应，会继续抗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